来说呀，我国咱老的老当爱来呀了，莫胡到过那个做呀莫落当的宝贝。家被帽子自蒙老爱是大马过大路，这样老我当家财宝我东财说呀，我到过那个做呀莫在都想多往开。这背包我毛丢了，我到东京采花，讲到我的堂都爱的那我忙里说谁，那我咋当刚才蓝包我东才说高呀。姑娘姑那公作呀莫罗当的也得个龙哎，家背包我忙给了这呀，背包着自忙了这呀莫姑我咋了？这呀闹我当多干脆。地包我东才说呀，胡当的过那个，做什么扎斗的人，东罗山我当的几人操练，我家呀那的人想看呀扎斗啊东家在。跟你也兄子不拿路求财，呀财子多啊，当到的也长家的，北方走啊，毛老子包起，湘北的湖江哎，呀那的也小老的也北的路啊，然后当东京这里。我家呀马的人到了大路啊，绕着家嘴，的人到了自保那路求财呀财路绕了多少的人被嘎脏哎，家毛子啊毛老子的的人东北呀马当。的人东北的路，然后东极八幺八碰我也给乱来，我这要忘记人才路才绕多做干站，我这背包我们的上级人才是在忙那当辈子都赶来。我家干几人在这呀看北漂发工路啊，大路包啊，东才说呀莫还当做给路，花白家王开做给花啥要跑啊，也给乱来，当来路啊，等着那要把。包啊嘛给了那家呀嘛几人唱开才绕多，大张抓个龙哎，我家上几人唱来嘛那哇大辈子都干对，家干几人在这呀看背包啊嘛给了包啊都才说还走给。花沙家王开着几块票要把胖王也给乱来。